市长黄伟綽13号2度前往灾情严重的七股西寮地区，是伫勘查灾后复原情形，指示市府团队甲在地区公所全力投入后续复原工作。想袂到有受灾户想要砍市长顶前，煞互人阻挡。有一个阿姨啦，但是我们庄里面的人没看过啦。她说拜托我去讲，结果我刚讲话，区公所人一讲话，伊就讲你点点哪你唔捌啊？市府上个公布影片还原勘灾过程。伫黄伟綽视察的时阵，是一名穿粉红仔色衫的女性职工，疑似受过热身，想要协调受灾户发言，不过当地居民拢讲无熟悉伊。市长本人嘛强调，只要有困难，拢会当面对面沟通，一切拢是误会。我还是回头来跟他讲话，一方面我就安抚他，我就拍他的肩膀，我还是跟他就对话，所以没有任何所谓的对话不顺畅。我们跟不同的灾民都有这个很顺畅的沟通，都没有受到任何的阻隔。一条道路上走过去，中间有老人坐在中间，或者有骑摩托车人把我拦停下来，我就跟他讲话，也没有说刻意去拿一家或拿几家。这届风台丹仔市造成台南17区灾情严重，风灾厝顶受损的家户统计有10393户，有4473户有破碎布棚，阁有5920户要处理。屏东、高雄等县市政府各军义警民防、义消，阁有各地职工，超过1万人支援投入灾后复原工作。报告着农损清运、道路清除、建物整理以及受理民众补助申请等等。台南新闻所派采访报道。